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係综艺群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吼，我同大家來紹介一位來賓，叫按到李菲妮，我們的惠儀姐。佢係用嘅一隻小妹喏，佢係足毒嘅妹嘅，韓國佢啲夾嘅少女時代到後生嘅時節，佢就到台北去打兵嘛嘅喏，他去做他的記者。記者係一隻當專業嘅一隻記者，唔過啊，過一段時間，啲前幾年呢，佢真都會入名哦，來當一個就是從我們所謂的筆耕者變成一個農耕者，但是他還是在美濃這一塊土地上用佢嘅筆，用文字記錄啲美濃農村嘅變化。先來看一段佢嘅樣片。宣傳茶行等等訴求，總有練有廠完成過後，有錯可能會繼續運作。後陽向前岸上愛發通抗爭，公司記者李菲妮屯演入樣盤去到現場採訪，屯卡頭期抗爭的人告別打水鼓，而滿出後陽日真實的想法。後進人反武侵反了28年了呀，也冇可能不讓油廠繼續運作，也希望官場就會全面的官場，不希望油廠留着。對現場離開軌道新聞中心，下個月打電話訪問，批評建設新聞帶。早地講一分一秒就投唔得，規模還會緊張。反彈中油高層回應，目前高廠內的儲藏未來可以由洲際2期大林石化油品。中油說明，這42座儲槽當中有30座是油槽，主要供應台中以南的民生用油和戰備用油。中油強調，高雄煉油廠關廠是針對46座工廠停工，並沒有包含儲槽。記者李慧儀、陳顯坤，高雄報道。貴州省無限就係為到愛護當做生意點嘅新聞愛放鬆。簡單來講，記者做新聞就係愛夾、愛精準又愛理性，一啲東西李菲妮都有。等到下班呢，用了嘅，伊又愛轉換做浪費別人嘢。嗰種係天然嘅行係真蠻艱苦，因為我就不是我冇挨條架講，我講都得人呢，你教人咩好做可以多出貨嘅長度嘛，我就不是我滿意。如果講愛等，啊，講佢要等到乜嘅時間咯，啊，講到等到天荒地老咧啲，啊，啲行就不是佢講，講迄個人安尼做新聞啊，等到新聞偏 Q 文。國土10號係通透都市屯田中嘅快速道路，視察過1點鐘嘅路程，係李菲妮記者屯港中人兩種身份轉換嘅一個時空航廊。你一天要有一隻過程過渡啦，古松來講到國道10號對我來講，伊就係一隻過渡嘅空間，嘅空間就會把我從講中下美濃啊中下來到高雄市安尼市區地段，我就會提農夫的身份，慢慢透過那個過渡轉變成一個記者的身份。好，接下來分享今日嘅來賓，分享李菲妮，歡迎惠儀姐，你好。阿權妹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對美濃來嘅客家新橋李菲妮。咩係啲客家妹嘅，咩係客家新橋，對不對？剛才你啲樣片度後啊，有看到惠儀姐其實有2種都很專業的身份，一個是記者，還有另外一類係專業的農民，對不對？其實惠儀姐現在似乎是沒有一直有在記者的工作，是有點算是獨立記者的方式在工作，對不對？我喺去年開始為到寫一本書，叫做《農村你好嗎》。就想講，我人生都差唔多40歲嘅，我做記者也做差唔多20年18年。故所我就希望講，我可以有一隻時間，有一隻機會可以來重新看我這個過去的多年的生活有乜嘅變化。故所我就甲投入辭退離開公共電視，也唔過我對記者的身份、記者的職業吧，我還有這麼多熱情，哎呀，我要表現下呢。故所我就講，這就離開公共電視，也唔過自由記者對我來講，就係一隻永遠呢冇改變的身份。我做到70歲、80歲，行做得之後，我就很相同可以做新聞。嗰陣做記者差唔多要結束嘅一段時間咧。我真係記得我第一擺去應徵工作嘅下嗬，係我對嘅1999年921大地震嘅下。
佮遐爱去东势赈灾，协助赈灾的工作。都东势给业、天业，啊，就嫁到台北的天发讲，你可以来应征咧。哇，嘿，就会安尼，然后来就冬天啊，又归去台北应征，降业又归去东势啊。古总爱谈起来，其实慧仪姐对于记者要这条路，其实你可以懂中医很喜欢的。跟用我敷衍跟的跳脱一个这么感觉是非常时尚的一个记者的工作，但是瞬间就跑到民农的乡下去做农民。对不对？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相信这样子，你做要在家庭呀，身边的朋友，可能也个野外就知道，哦，有没按呢？对不对？也唔讲爱国东爱还唔算一张农民啦。爱可以接触爱这个迄钢铁业，爱还唔免讲这么专业的农民。也唔过对记者变做迄一只钢铁业，爱国都有一只工厂，最重要就会讲，记者迄条路哈。如喺短时间以内，你要家己做好。不管係聘人乜嘅艰苦嘅事情，不管係政策按用的去做報道啊，你做好嘅，你就馬上就會進入下一集嘅對象，也係一個議題。我一直覺得，記者呢隻工作有一隻部分冇辦法很滿足我嘅地方，就會講。我冇辦法一直講延續，我昨天呢一集我就會下集，下一集昨天又會下一集。我就想講，我就現農村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會講，我希望我可以喺我的採訪現場裡面生活。採訪現場裡面生活，比如講我給他採訪的對象領域，大部分啊哈，係集中在環境生態啊、野生動物保育，我就係講農村的變化。我就想講，農村的變化對我來講門檻唔會太高，我唔是講把那水排喺高山上吼，安尼生發，我出將係到農村生發，接近農民，我就可以報道農村的變化、農民的生發、農村的故事。河壩用的改變啊，和水準經驗嘛無相同，故所我就加上我就這麼有意識去改變我自己生活的領域，我唔想去離開我報道的現場就錯嘅。哇，古說係因為你做亞農村的報道，對生態的了解，古說本韓較想愛帶到亞洲蔬菜，對不對？這樣子的環境裡面，你可以延續咩？不管我採訪，也係我生發，我就睇下採訪的現場。我覺得安尼生活起來，對我來講比較踏實。我唔會講報道好嘅，我就沒了，就冇哎。其實記者有時候有一隻工作的特質，係講你要很冷靜，講出價一些的，講個出價一些的，就會講也要很無情啊。不管你在採訪現場，你跟那人多麼談得來，多麼要好，或是你多麼的關心那採訪現場發生的一些需要改變的事情，你還係要有離開意念。哦，我唔係講對那種的幹工一直我沒有辦法調適，我一直會很想要回到採訪現場，去看看，去了解。故說後來我提環境生態呀，講農業現場的部分，我就一直在投入那部分的投入。公愛上很有那個一我覺得是一個很浪漫的原因，就是因為以及採訪的過程當中，讀到人家還欣賞，對不對？你做對啦，很浪漫。他在書裡面啊，慧儀姐在書裡面就一直幫他昵稱為豬老大，對不對？本來大家就喊你豬老大啦，係啊。但是說我一評論也朋友喊你講豬老大，豬老大。古時候你就係咩因為結婚呢，就留到亞農村哇！大家都會看到亞哈相片，好可愛哦。結婚冇一叫看人呢，給他都是胎。哇！這是老二是小樂，對不對？好可愛哦！古時候安尼啊，啲亞農村，我想慧儀姐你係竹東嘅冇嘢，竹東出世嘅。咁你對竹東亞當農村，竹東應該沒算係農村。那你對於農村你嘅印象係乜嘅？頭擺對農村應該不會陌生吼。唔會啊，我哋對細就開始喺農村生活嘛。我爸頭擺吼，我爸就係真係伊唔係農民，伊唔係鋼鐵人。因為我爸真係好去河壩，帶人哋去河壩撩，帶人哋去爬山。親近大自然。農村對我印象啊，吼，比如講，我就會覺得
看到龙眼树，我就会想到我爸，因为当我去爬树啊，吼啊，看到个斑鸠啊，像我台北大湖公园，台北公共电视旁边叫大湖公园，大湖公园底边有斑鸠咩？啊，大摆看到个斑鸠，摕咕咕咕咕咕，安尼应对吼，就想到啊，台北后生的时，台北童年的时期，迄天阮阿爸去河巴神了，看到真蛮多斑鸠摕行来行去寻东西生。故说我对农村本来就有一只，用来讲。给你干过去生命有一段时间很重要的时间，连接一只场域。故说对农村唔会有排斥感。我即个就提农村生活的人，农村态的人啊，对我爸跟我感情来讲，有只依附呀，讲寄托的一只领域啊。唔讲我吃到后，虽然对呀农村唔会懂，不会很陌生，但是我觉得要去配在农村，然后把另外一个农村当成是自己的家，也唔係按简单的一件事情。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跟人们分一集哦。好，朋友真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綜藝群阿權妹。今日節目地度要同大家來小結吼，加到美濃嘅客家新 Q， 這個我們的惠儀姐吼。剛剛一開始有講到，佢對做東要個蔬菜，佢從細到大嘅環境，佢唔會對呀這個農村很陌生。不過阿權妹愛吃到。要把別的地方配嚟蔬菜當中愛切架，撒下來而顯發長久嘅亞洲蔬菜，愛知道這是需要有情感認同的。對，所以我想請問一下惠儀姐，你對做東到亞米農亞，其實距離也是蠻遠的，環境也不一樣，你個情感係對哪來嘅？其實哈講演戲咧，就會做起米農有一隻泛水庫運動。佢喺我行喺真係後生嘅細妹啊，差唔多像人台。啊，我佢喺我嘅想法就係講，因為我佢喺有參與呢泛水庫運動嘛，我有機會去米農了，有機會米農看實際水庫可能要去嘅位置，霸區。咁我就想講，米農實在跟我哋北部農村真係冇相同嘅地方，伊真係發，所有嘅人都會講客家話，睇人甚至全講客家話，啊，還有伊嘅田園阡陌啊，真係鬧，啊對伊嘅印象都會安尼，還有幾面相當嘅團結，我說我對米農嘅印象就一直當好。啊，到2006年，我爸過身，因為我爸係廣東梅縣過來嘅客家人，外省人啊吼，啊要交代講我哋要帶伊歸去梅縣，伊來日離開，帶伊歸去梅縣。2007年吼，我就帶伊歸去啊，伊過身06年過身嘛，07年我就帶伊歸去。到咧我爸家鄉啊，客島呢，伊相同有山、有田丘、有河壩吼。啊！伊田丘當歸種嘅係無嘅，很有鹽嘅。哇！就完全唔係想到，我哋台灣嘅米農唔係安尼嘅蔬菜嘛，就係安尼嘅地方啊。冇錯。就想講，對米農嘅嗰種嘅情感嘅認同就很過強烈，唔單止因為伊係一隻真蠻鬧、真蠻有生產力嘅農村，我係咪感覺到來到一米農嗰種。真都係擺家鄉相同，就係你嘅姻緣啊。對，就會按樣嘅情感，不然知道啲米農沒有從啲阿爸故鄉，這樣是按你看到嘅情形，對不對？冇唔錯。對，不過我相信依家啲台北大邊研究嘅細阿妹嘅，加到亞米農嘅農村，還講我看書，我看到你加過去幾隻屋卡有幾多少人，很驚人的數字哎！我哋屋卡全部歸來食飯有16個人，哇！當初係煮飯嘅佢係唔曉得煮，係唔點樣嚟煮16個人食飯嘅東西。嚇，幾時叫咩應該會煮飯嘅？係啊，故說嘅佢就想講啊，沒有我唔曉得煮咁多人咧，我頭家就講唔怕啦，你唔會煮你就洗碗好誒。結果洗碗要跟人平常嘅生活冇相同啊，像人屋卡新做嘅屋卡，就4個人食飯。碗筷啊，鍋嘅，乜嘅洗一下就好誒。係啊。我記下洗碗哦，啲面用碌下洗碗啊，嗰種係真係想睇全堂洗碗，洗唔聽碗。係啊，就記下
生活上吼生发的度安尼一些细节适应嘿，花费一段时间啦。语言也无相同。比如讲安尼北部吼，我们人讲从竹东人讲海料的角度嘛，像我讲有人菜吗？嘛个阿爸没有阿爸爸没有菜吗？像我们讲你家人迄咩老人家伫路卡迄嘛，安尼是卖个老人家。迄面拢唔免用中人讲哦，迄离开走体的人，因为讲哦无菜耶，有菜。就说俺头卖央提个神发嘅时间，央开始提个神发嘅时间，闹出很多笑话。像俺头卖提寻做爱上班，我讲俺没讲，我讲妈，我要出门咧，出门就会讲我要离开路卡，我要来台北上班。提面拢讲出门就会出山，这么可怕？就这种一开始的语言上的一些适应，就闹出不少笑话了。我不给你闹啊，讲哎喵，你啊被捕来的你，马给发路唔晓讲，用文人讲喊你出门，要用讲自己出门咧，出门。就说语言上一开始就花了一些时间，花一段时间来适应，应转。我没用闽南的客家话思考的，我是用俺的北部客家话思考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慧仪姐规则很融入在里面呢。你看伊遐讲的，西北闽南腔啊，西北闽南腔，还讲说老公是讲头家，对不对？然后讲他你我他的他，我讲己，你就会讲乙，对不对？其实已经有很多，我觉得慧仪姐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媳妇。因为不过闽南人堂拢爱发很相同，一提几发都会讲你北部来哈，可能有北部腔，不说俺客家话就会讲北部的客家腔又有啦，南部的客家腔又有啦，还是会被在地人识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慧仪姐很努力的融入这样子的生活，不过爱吃到安尼的生活。毕竟同期头摆的台北的想法还不太一样的，因为毕竟你以前是记者，记者需要训练的是什么？就是独立思考，非常理性，而且可能会需要一点点自己的坚持。但是你总怕你按到你那部卡按的想法。该如何让自己的意见都在本台嘎糖豆，但是又不会熊草呢？你要适应的时间很不长，比语言上的适应很不长。真的，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哋係習慣講，有乜嘅事情，有乜嘅問題，我希望講，比如講我哋咧，工作嘅習慣地步，馬上我哋來討論，來討論一個解決嘅方法。也唔過對闽南人，也係講對中行人來講。伊講一個問題，伊生活中伊看唔慣的事情，伊無見得係會改變伊。伊可能就會講抒發伊自己的情緒啦，講哎呀，安尼唔好啊，樣，也唔過伊唔想改變。我說有啲時間，比如講係聽下講用講一系列事情，比如講我催錢要用人拿吧，吼，睇家庭催錢要用人拿，吼，也係講你開買收費，我睇下平均啊，來出嚟時間，我就會覺得講，嘿。我講用可能馬上來解決了問題啊！你愛習慣你按的咩？就一怎麼樣，二怎麼樣，三就戇地地啦。要唔過其實一樣係，伊就會試着提出討論，伊唔係講馬上會來處理。我說我的動作會對我哋嘅家庭來講太急。太強，步調太快，太過會冇辦法適應我嘅那種做法。我覺得下面既然太成條最太，下面唔講嘅最太，覺得安尼唔錯，我自己安尼做唔錯，我冇去適應人嘅生活習慣，也冇很全了解每個人彼此之間交叉脈絡係樣嘅，我就想要去改變，就想要去調整。安尼對當天人對呢個家庭嘅原本嘅家人來講，實在。比捱也會唔爽爽啦，成本都也會唔爽爽。我說要總會適應，花得真蠻多時間，去分辨緊講嘅事情係要討論要解決咧，你長途也係講，就係請講嚟聽，先講比講開來就好誒。真的好困難哦！哎，唐慧儀姐這樣子講，就知道一度都很多很困難的事情，不過哎看伊呀，他很多都一一的把它克服，所以才寫了這一本有沒有24則鄉野求生筆記？寫求生筆記一點都不為過，對不對？而且，不過我覺得要求生唔係單字對我這個求生，其實要主標題很多農村你好嗎？
我这个角度咧，喺农村的求生笔记。真嘅。因为像过去我头先有讲到咩吼，人哋希望马上来解决问题，也係讲马上来处理事情。安尼做法对农村的运作来讲，无见得係本人讲舒服的 smooth 流畅的方法。故所以一天係讲要慢慢来转型嘛。实在对农村今的发展来讲，也係讲要慢慢来转型。比如讲，闽农今年最后一年种盐的咧。唔種嘢呢，以後農民要做乜嘅？係啊，係冇要靠乜嘅來維生。故所你係一隻過程，唔係講人哋馬上要做就做，因為講講到闽農係真係幸運啦幸運一個狀下，可能對台灣西部其他農村來講，做出早就進入一隻凋敝啦，老化嘅過程咧。也唔過，因為人嘅含有體闽農中，20-30年以來，農民很有機會慢慢來轉變。調整。按多年轉變嘅過程，拄好，最後10年，我就聽闽農生發。對。我就寫咗蠻多轉型嘅故事啦。我想法其實你看起來係我個人生活嘅調整啊、改變啊、角色嘅變換。也唔過實際來講，你係農村轉型咧，你係10年嘅一隻記錄。我也希望講，係咪有機會再過10年，再過20年，還可以寫講，20年以後農村有乜變化，闽農有乜改變，有乜嘅留下來咧，有乜嘅唔見得咧。真嘅，知道農村嘅轉變真嘅當重要，像惠儀姐佢第一擺種嘅第一擺夏天剛種嘅作物係乜嘅？是蘿蔔，但是他種的蘿蔔。卻讓雅布卡給阿爸阿妹感受到不一樣的農村，對不對？讓他跟消費者有不一樣的接觸的方式。要在故事很用誒，同大家講一下。其實咧，也係講一隻很無意之間的一隻改變啦。因為對我爸我家講啦，我都講阿爸阿妹啦。我即個阿爸阿妹來講可能西羅皮對闽農來講，佢係很唔係一隻真蠻重要嘅作物。就是白玉蘿蔔嘛，西羅皮。係，我哋一般闽農人講西羅皮，也唔過有一隻品牌名叫做白玉蘿蔔啦。西羅皮伊唔係一隻很典型可以量化有當果產值嘅作物，因為啲西羅皮頭擺係種到水泥地上頭，水準上頭，嗰種基林地也係講水泥地上，伊唔係種來賣。不是主要作物。冇錯，因為臭的蟲皮又在滿泡，故所也不方便，也不利於長途運送，你就冇辦法講對高雄屏東再到台北來賣。故所都係人哋富人家提水泥地、基林地上頭來種本即間認識，種本對高雄市、台南市，甚至講台中、台北幾類嘅來嘅新球市。研有機會會再過去研究下安尼，呢佢是西羅皮安尼意義。故所我體驗中嘅下講實際安尼問題係講，大家唔係講真蠻看好，就講了西羅皮那種一出水呢，種唔出東西啦。你有種，你要賣不賣嘢？你要不賣嘢，起來這樣賣。所以就遇到了一個質疑了，對不對？一開始大家就會覺得咧西羅皮種唔出東西，因為佢種一出羅皮賣唔出東西啊。幾下人哋種嘅下，其實也唔係講一天我存太錢，我就係講我即個本來即個一隻機會，我家本一隻農民，跟我做一隻鋼鐵人講農家嘅成就，我總唔得完全唔了解農業嘅運作。故所西羅皮係我認識實際體驗農業運作嘅一隻很重要嘅入門。門檻又很低啊，種嘅門檻又很低。但是這個入門卻讓惠儀姐她的阿爸阿妹看到冇佢嘅農業經營方式。先來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唐景陽嚟講。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嘅節目，我係鍾意群阿群妹，家下有談好惠儀姐佢講嘅佢第一擺種蘿蔔嘅故事，唔過佢種嘢蘿蔔咧啊，沙本亞農村有新嘅冇佢嘅經營方式，用嚟講喏，轉型了，對不對？係啊，也唔過其實幾下我一開始種蘿蔔，大家係不看好嘛，我講到講，你種一出也冇辦法賣啊，賣不賣嘢，
佮遐我嗰度有只当重要的重点，就会讲，其实我头摆就唔係講提農村身份壓救的人咧，我喺做記者蠻來做，故說佮遐種出來的東西，我就會拜託我朋友。同事來買呢，啊你有煮湯誒，哈，像一些蘿蔔排骨湯誒，你就來看買，拜託大家買買唔出去。哎呀，唔過後來吼買，變成講有人就問我講，今年你可以帶朋友帶陸客人去幫忙。哦，啊就講好啊，反正我哋羅配按多，我哋實在也冇辦法幫你啦，吼，就拜託人來了，吼，啊算便宜。啊，故說一開始就會講。有人來幫羅配，因為講你個消費市場有啲需求，也唔單止想去買宅配的羅配，還想來幫，帶新人來聊。啊，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講，有一首兒歌，沒有人都嘿呦拔蘿蔔咩？拔不動。啊，我覺得那首兒歌對新人的印象真蠻大，新人的真蠻好來幫到太條去徛個個愛拍照咩？阿爸阿媽喺旁邊拍照，也係講阿公阿婆阿媽帶新人嚟去聊，就會有閒就會問我講樣啊，講你羅配嚟用嚟做，你羅配嚟用嚟料理，吼，你可以變一舊，用嚟保存，安尼吼。故說我喺家講樣，喺種羅配的過程當中，一開始演喺我身上，後來演變成喺消費者嘅身上。我覺得農民的身份對鋼鐵人變到身上係一隻真蠻大嘅鼓勵。覺得我好專業我務農吼，我係有驕傲感的。對。啊，消費者會感謝我講，感謝你種按安全健康的羅配幫我哋食。不過我覺得佢轉變係因為本來嘅鋼鐵人係過冇 TV 嘅鋼鐵人，後來你嘅認同感、支持感係來自生意羅配的人嚇。我說我覺得呢種嘅感受吼，係一隻真蠻大嘅推動嘅推力。本嚟白玉蘿蔔可以帶通面咯，真蠻多人愛去種，因為所有嘅鋼鐵人都可以喺消費者嘅身上。好，真嘅，唔係窗頭擺，是冷冰冰的面對中盤商，然後價格冇辦法去價來控制，對不對？都在中盤商那邊，但是呀哈，農民都得去價面對面。看見消費者，消費者都得把他的想法直接傳達給農民，要喺動態一個鼓勵，對不對？故說啊，第二本書《農村你好嗎》裡面，其實要講東東農村的故事，沒講東東農民的故事。唔講係看到有很大的篇幅，係啲嘅講呀農村地度嘅什麼嘢，要到媽媽，要到阿婆，要到個阿媽，對不對？他們其實都是很辛苦，韓國家到咩動槍。為什麼愛講動槍？對，裡面很多事情，你底下做農事有幾複雜哦。俺媽媽槍種一些的田，她每天都要在算說，我幾月幾號種了什麼東西，我什麼時候會種大概東西。其實，在農村要的事情，媽媽是主導權，對不對？沒錯。從用我講用嘅案例來講啊，我講用真是真蠻認真的呀，厲害嘅。伊早晨天一隻風蟲就會移。吼，我講實在，我係一隻真蠻難事嘅辛苦。我講用吼，伊乜嘅事情伊先做聽，我就冇做嘅，唔是做嘅啊。伊天一隻風蟲吼，加新年嘅裝好偏東落嘅水庫，伊就講，哎呦，飛我無閒了，我一天去做事喲，佢早餐唔自家種係本新年嘅事咯。故說我風蟲自家刷10點裝好嘅，我就加新年嘅種早餐廳啦，就送演藝學校。啊，我講用。伊種好嘅新年嘅偏東落嘅啦、水壺啦、碌卡餅，所以係一天去做事，做嘅哦，做到11點已經歸來伊冇休息咯，伊煮東煮哦，哇，係啊，煮好東煮，休息差唔多半點鐘，又一天去做事，做5點半6點已經歸來食好飯呢，又拿衫褲去水準洗衫，洗好嘅全部洗條做好嘅9點半呢，已經睡幕。我安尼講，唔係講一個富人家厲害嘅地方，天。我安尼講係講，你一隻家庭嘅運作，就係你富人家庭嘅推動嘅。透過各種細節瑣碎嘅看似不起眼嘅事情，他把這個家的運作調整得真蠻穩定，很順暢。對。要唔講，我覺得真蠻遺憾呢，就係講我對呢個點係呢唔係真蠻適應呢，就係講你條細妹冇這個名嘅，唔係講伊身份證冇這個名嘅，唔係。
大部分像俺妹吼，伊就会讲，大家还咪天的数，天的数，天的迄乜嘢？天的迄爱加官啊，啊，有还天的数，哦，像爱隔壁邻山米娘，俺哋米娘就迄闽农人讲嘅婶婶，俺哋还伊讲阿里米娘，故说每一个妇人家名的前面都係头家名的。啊，嗰度富五嘅 TV 啊，睇人哋農村地部行係有改變嘅空間，也唔過你改變也唔係講短時期可以改變嘅啦。所以講人哋即個咧時代變化，人哋感受到嘅，啊人哋有咧只必要，也係講有咧只責任感，還可以把這個觀察嘅一些現象講俾大家聽。實際來講，演呢。應該恢復正名運動，我覺得像有幾位，我講用嗰個流水帳，大家可以水帳阿姐，水帳阿嫂，你啊水帳係伊嘅名嘅哦，唔係我教過你名。係，古時本大家看到紅，佢也到富五家，也到啲啊農村嘅 TV 有幾重要嘅，也係大家。可能大家一直以來都知道有這個問題，但是大家沒有正視到。也唔過你係時推嘅一隻背景下來一隻現象啊。嘿，古時候一本書啲都咪講嘅東東農村嘅問題，我相信東東農村都面對到樣嘅問題，比如講人口老化，可能農民全部就係阿公阿婆啊，佢哋真係冇太多嘅體力做按到嘅農事從冇，韓國再加上人口外移，韓國也是都遇到東重要嘅事情。東東人講，你台灣以農立國，我們台灣就是一個農業技術非常非常好的國家，唔過做乜解東東農民？都會同其他啲下一台講，人家要認真讀書哦，冇就個人愛強養，人愛做田事，做唔得安尼，冇讓阿公阿婆強養，我上網讀書，還要去上班，去做醫生，對不對？去做先生，做乜解會有安尼嘅一種講法？那慧儀姐你自己呢？因為你也還沒喺啲農村，你對你自家生意嘅看法，對佢嘅想法係乜嘅？我覺得以農立國那件事情自古皆然。啊，伊也唔會因為區域嘅改變有冇相同，美國也相同，澳洲也相同，也唔過因為全球化嘅關係啊，使得我哋嘅農產品唔單止係為使我哋食飽、為我哋食飽嘅東西，也可以變成一個商品做流動。故說當它變成一個商品嘅時候啊，伊就會有價格嘅高低。可是農產品你做唔得單槍看伊嘅價格。伊有一個價值，講本堂，就會講，比如講我哋貨房三合院，伊嘅空間配置就係農業生產得來嘅空間配置，伊大家鄉下很多兩隻互相可以面對面，房間面對面的地方，啊，地洞有一隻臥堂可以曬骨，啊，平常時閒阿公大孫呢也提臥堂，熊體草師也提臥堂嘅也係講你叔婆幫妹三姑六婆交換感情聯絡情誼嘅地方也提臥堂，故說我哋唔單止去看農業，去看伊係一隻商品。如果農業只是一個商品，它會因為低價值而沒有低價格而沒有價值。我哋過去嘅農村就會安尼啊。其實1956年嘅時期哦，台灣有90%以上的外銷是農產品和它的加工品。1950年到現在其實也沒有多久的時間。你想想看，讓60年添，因為嗰60年發生乜嘅變化？就我哋見我家公講用呢時代，我生年咧阿公阿媽嘅時代，親眼目睹農業從盛世變衰落。對，在這樣的變化底下，農人家當然會因為生年咧唔好做農啊，一做農就冇出路。不過闽農人也係講農村吼，真蠻多人就讀書唔適齡人也會做農，因為適齡人有能力人出去做些咩？問題係講大家想哦。真是我哋農業係顧好大家，顧好大家的肚子。不管係農村的人，也係都市方面，我哋當然要用專業的、有驕傲感的、有自信的那種心態去發展我哋農業。不過我剛才條件就會這麼努力去做呢件事情。
古时候呢，你农村其实有动多的加车，大家可能天天石头的进步忽视掉了。不过你对亚本书地度，农村你好吗？你真的看得到农村面对的问题，还有农村面对的改变。就像我同事讲他是美农人，他说看到会议结束觉得很感动。古时候今日会议姐也非常大方，我来送3本书，冲冇？那就是因为这本书叫做《农村后冇》，就有人问太家了，这个农村是在讲哪一个农村呢？那请在我们富喜来也的脸书粉丝专页带下留言，就做得来出哦。今日我来出3本，好，希望大家看到播出以后，加去留言。今日谢谢会议姐来到节目现场，谢谢。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我是看先休息一下，等下听听运通欣赏中运通。